呢種咁樣嘅心態或者 paradigm 範式嘅出現咧，既有好處又唔好處。範式自然出現咗之後，就會令到以後嘅漸進嘅創新就越嚟越容易。以前新一代嘅中央處理器可能要1年或者甚至1年以上嘅時間先至可以出現。而家睇可能半年就已經可以出咗一個新嘅處理器啦。點解啊？因為好多嘢我哋已經有一套既有嘅方法去處理佢，去做創新啊嘛。但係唔好處係咩咧？唔好處咧就係話，對於一啲新嘅問題，我哋就會忽視佢。我哋覺得嗰個唔係問題，或者係遇到一啲新嘅發展嘅話咧，我哋就要試圖咧用舊嘅思維、原有嘅範式去理解一個問題。咁會做到乜嘢？咁會做到我哋開始抗拒一啲另類嘅想法。我哋開始會指責冇嗰樣整嗰樣啦。唔好以為我哋嘅家長阿爸阿媽先會話我哋冇嗰樣整嗰樣喎。其實喺工程界、設計界都會有一啲人提到個想法之後，俾人指責冇嗰樣整嗰樣嘅喎。因為即便係好資深嘅工程師或者設計師，如果佢哋代入咗或者佢哋接受咗一個既有嘅範式嘅話咧，咁佢哋咧就會開始用嗰個範式作為佢思考嘅框框。當然啦，並唔係呢個所有人都會因為俾人指責冇嗰樣整嗰樣卻步不前嘅。如果係嘅話，我哋就會唔會世界咁精彩，見到咁多新產品啦。咁所以我哋從呢個總括之後咧，我哋就會發現啦，咦係喎，有一啲新嘅成功嘅產品咧，佢哋成功之處唔一定就係佢喺個主流發展方向度向前邁進一步，反而就係因為佢脫離咗原有嘅發展方向，於是乎反而又取得成功嘅喎。而呢個成功仲可以相當長時間咁樣持續落去添。我哋會見咗呢度嘅一啲新嘅電子產品佢哋係一啲創新科技，佢哋亦都優化咗生活，但係佢哋呢啲創新嘅方法同其他嘅產品咧有本質上嘅唔同。我哋睇睇點解。我哋見到兩個產品，呢個幾乎接近過去式嘅產品，係咪啊？大家可能比我咁熟喺呢邊呢個產品出現之前，呢個產品係主流發展方向裏面跑得最前嘅，排喺隊頭嘅。主流發展方向係乜嘢啊？速度、逼真感、刺激，係咪啊？緊張，連乜好兄弟都有，次次都咁緊張。每一代嘅遊戲機都要比上一代嘅遊戲機更快，儲存量更大 ，RAM 更多，係嘛？主流發展方向。故事唔使我多講啦，呢個係一個新嘅遊戲機。呢個遊戲機同嗰個有咩分別啊？又平，又渣，又慢，解像度又低，內存又少。喺主要嘅評價嗰個遊戲機好壞嘅一個標準裏面咧，佢基本上都輸晒。但係邊個商業上取得成功？呢個係明顯嘅優勢嚟嘅。點解啊？取得成功嘅原因就係話佢係第一個真係好勇敢咁提出，我唔跟大隊嘅遊戲規則走，我放棄一啲大隊認為重要嘅性能、重要嘅
用我哋嘅動作嚟做輸入啊。我哋輸入動作之後咧，我哋擴大我哋嘅層面，我哋要令到咧老人家同埋細路仔都可以一齊玩啊！唔止老人家可以玩，要同細路仔一齊玩。咁樣呢個咁樣嘅新嘅方向，你就可以明顯睇到咧，就係話佢係 discontinuous 啊，佢脫離咗主流嘅發展方向啦。除咗一啲消費產品之外，咁除咗另外當然仲有啦。喺呢兩個產品出現之前嘅主流發展方向係乜嘢啊？如果對於筆記保健佢嚟講，更快、更快、更快，係咪啊？大啲唔緊要，更快、更快。但係呢兩個產品代表住乜嘢咧？唔快，我哋好慢嘅，我哋唔快。但係我哋平，我哋好慳電，我哋好平，我哋好平，我哋好慳電。呢一種另類嘅脫離主流嘅發展方向，會為佢哋帶嚟乜嘢啊？一個全新嘅市場、全新嘅世界，服務一啲全新嘅人群。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我哋現代社會發展咗咁耐啦，開始反思發展係咪硬道理嘅一個現象啊，令我哋發現就係話，比如講，其實咧 pop 係咪應該做到好平，可以俾所有第三世界嘅負擔唔起筆記簿嘅人都有個筆記簿咧咁樣。好啦，因為時間都差唔多啦，所以我亦都去到最後一兩張 slide 啦。如果我哋按頭先我哋所講嗰個方法嚟睇，我哋可以總結到呢個咩要點啊？產品嘅創新係可以比較嘅，創新嘅程度係可以分辨高低嘅。當然呢個同創新程度高就一定好，呢個係兩回事嚇。創新程度可以比較高低，唔等於我哋盲目永遠都追求咧，就係話最創新程度最高嗰樣，我哋就提議嗰樣。創新程度嘅高低固之然咧，就可以有一條橫軸就話佢隨住主流發展方向產生咗幾大嘅進步，呢條橫軸。但係亦都世界唔係一條直線嘅，直線以外仲有好廣闊嘅空間。咁所以創新程度嘅高低咧，亦都可以從佢係咪脫離主流發展方向，同埋脫離幾多離開幾遠，作為另一個判斷嘅標準。呢兩個加起上嚟，其實先可以全面咁反映住，即係大家嘅創意產品創新嘅方案嘅創新程度嘅高低嘅。好啦，咁最尾咧，我作為總結咧，想同大家睇下相當之早期啦有位經濟學家叫做洪美德，大家聽過未啊？見到有人冇表情，有人入口。咁洪美德咧就係最早提出呢個創新對於社會嘅重要性呢個概念嘅。喺佢之後，人哋先驚覺咧呢個世界有創新呢回事，而且係好值得重視咁樣佢嘅文獻裏邊咧曾經講過一句話：企業家係乜嘢咧？咁樣企業家就好簡單，一言以蔽之咧，就係話做新嘅嘢，同埋用新方法做一啲既有嘅嘢嘅人。Doing of new things 就好似我哋頭先所講，做一啲之前冇出現過嘅嘢，呢個係創新嘅一種。沿住主流發展方向，沿住大家既有嘅一個目標嚟做嘅話，咁你就但係做出嚟係俾人好嘅話，咁你會要的。但係除此之外咧，希望大家聽完我講之後咧，唔好忘記我第二個方法。